報時信號係由幸福醫藥贊助播出。港鐵幾個月內會回覆政府係咪提早檢討票價可加可減機制。習近平訪問捷克前夕，當地一批中國國旗俾人塗污。緬甸建軍節閱兵係昂山素姬領導嘅全國民主聯盟勝出選舉後第一次。各位，港鐵話幾個月內會回覆政府提早檢討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嘅要求。港鐵認為現行機制公開透明，亦都有照顧市民嘅承擔能力。政府早前去信港鐵，要求提前檢討票價可加可減機制，希望機制喺穩定港鐵財政穩健嘅同時，更加充分回應市民嘅關注，包括市民對票價嘅負擔能力。港鐵話正檢視情況，強調要考慮可持續發展，幾個月之內回覆。港鐵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系統啦，佢係需要係不斷咧係將作一個維修啊、保養啊同埋呢個資產更新咧，先係能夠咧係維持到咧係一個高嘅營運嘅水平嘅。咁而呢一個係要做到呢一樣嘢。